再来看辉达、超微这寡国际大厂拢要来台湾投资，不过供电的问题是一直拢有争议。亲像昨下晡，这咱台湾的用电量是日来第2高的，不过比转率却无到10%，这代表供电其实是真难倒。不过台电表示，因有舞弊的基础，供电是绝对无问题。大日头一直晒，唔但温度真悬，嘛带动最近台湾用电量升悬。敢若初2甲初3这2天，台湾用电量都创下历史新悬。尤其是初3这天，点开台电的官网，供电的状况都黄灯，显示供电真暗。因为它发生在尖峰点的时间不一样，所以其实太阳光电的贡献其实一直都存在。那即便昨天的这个尖峰负载是落在的比较晚的接近4点，那太阳光电其实它也贡献了。那另外就是它整个我们的备转容量率还是贴近10，有将近快400万，那非常的充裕啦。根据台电指出，7月初2下晡1点52分，用电高峰来到4118.1万千瓦，创下历史用电的最高。备转应用率还有16%，到供电充足的青灯。若是初3用电高峰是出现伫下晡3点46分，来到4087万千瓦，用电量是历史第2悬。若是备转应用率较无10%。台电是讲，这是因为太阳光电发电比初2减少230万千瓦，预定初4最高用电是4120万千瓦，备转应用率是11.04%。只是看国际 AI 大厂辉达、超微，未来若入来台湾了后，用电量阁增加真济，阁加上核电陆续度役，安尼台湾供电问题会阁引起大家讨论。大幅度发展的时候，整体用电量就会快速上升啊。那到时候我们的准备是什么？我实在是看不出来。政府这一端应该务实的来考量。在野党如果今天提出了修法，而且如果修法也通过了，那政府这边呢，执行单位、行政单位这边呢，也应该要能够按照新修订的这个办法来执行。台电表示，预估7月全个月日尖峰备转应用率是10%，暗时尖峰维持7%。不过专家是烦恼，若是暗时无太阳光电，万一会当用的备转机组数量无够，国家机组若是无长期故障，安尼可能都要进行限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